我哋今日一齊嚟玩呢本動動巧手貼紙遊戲本。呢本貼紙書除咗可以貼貼紙之外，仲有好多遊戲玩，迷宮、找不同、連線、寫字、畫畫等等。我哋先將中間貼紙頁撕落嚟，就可以開始玩啦。目錄頁呢度寫住我係 Peppa 嘅好朋友，呢個位置可以寫自己個名。第一頁，海邊游泳。Peppa 同 George 準備去海邊游泳，我哋要幫佢哋揾出正確嘅路去到海灘。揾到之後就可以用筆畫條路線出嚟啦。第二頁，學習時間。Daddy Pig 幫 Peppa 影咗兩張相，兩張相有5個唔同嘅地方，揾到一個就可以喺下面呢個位置貼貼紙，總共有5個，上面嘅櫃同下面嘅唔同顏色，所以我哋圈起佢，然後就可以喺下面貼一個貼紙獎勵自己。揾到一張有吊燈，一張冇吊燈，貼第二個貼紙啦。上面個鐘係8點，而下面個鐘係4點。第3個貼紙啦，呢一張台上多咗支筆。第4個貼紙，最後書櫃上嘅玩具車揾齊5個貼紙。新學期嘅教室，新學期就快到啦，我哋要幫 Peppa 佢哋佈置一下課室。Peppa 同 George 喺度畫畫。Peppa 畫咗花花， George 畫咗隻恐龍同2條彩旗帶喺窗上面。課室仲有個鐘貼喺牆上面，黑板貼喺牆上面低啲嘅位置。最後就係貼 Rebecca Rabbit、Pedro Pony、Danny Dog 喺度做手工。帆船比賽， Peppa 要代表全班去參加帆船比賽，大家嘅帆船都好靚，我哋要為 Peppa 嘅帆船畫上圖案，等佢嘅帆船睇起嚟更特別。我畫小朋友好鍾意食嘅零食，有雪糕、波板糖、糖果、草莓、棉花糖。滑滑梯， Peppa 同朋友喺公園玩滑梯，你睇唔睇得出滑梯係咩形狀啊？我哋跟住小圓點連線，睇下會係咩形狀？係恐龍滑梯啊！蛋糕宴會， Rebecca Rabbit 同朋友一齊嚟參加 Peppa 嘅蛋糕宴會。我哋嚟數下有幾多張凳，然後貼返相同數量嘅杯喺台上面。坐飛機， Peppa 同朋友一齊坐飛機去旅行。飛機座位上已經放咗同佢哋手上一樣嘅公仔，我哋要貼返對應嘅貼紙喺座位上。Zoe Zebra 嘅猴子玩具，貼一個 Zoe 頭像喺呢張凳上。Rebecca Rabbit 嘅紅蘿蔔玩具，貼一個 Rebecca 頭像喺呢張凳上。Emily Elephant 嘅青蛙玩具，貼一個 Emily 頭像喺呢張凳上。Susie Sheep 嘅貓頭鷹玩具，貼一個 Susie 頭像喺呢張凳上。呢頁需要剪落嚟，我哋留到最後先玩，記得睇到最後啊！好食嘅水果，媽咪 Sheep 擺咗一個水果攤檔，有好多好好食嘅水果。下面2個心形圖案，可以畫低自己中意嘅水果。我畫咗提子、蘋果、草莓、西瓜。落雪啦， Peppa 一家出門睇雪景，哇，落好大雪啊！但係 Daddy Pig 同 Peppa 都着唔夠衫啊，我哋要幫佢哋貼返衣服貼紙上去。開心農場， Peppa 同 George 跟咗 Granny Pig 去農場玩，農場裏面有好多蔬菜同埋小動物，我哋要跟住灰色線條描一描數字4隻鴨仔，1、2、3、4，貼一個守護精靈。8個紅蘿蔔，1、2、3、
4、5、6、7、8，貼一個守護精靈。一個稻草人，貼一個守護精靈。5朵向日葵。1、2、3、4、5，貼一個守護精靈。2兩隻蝸牛。1、2，貼一個守護精靈。三隻母雞。1、2、3，貼一個守護精靈。太空旅行 ，Peppa 同 George 一齊去太空旅行，用唔同嘅顏色筆跟住佢哋嘅路線畫出嚟。呢個起點可以去到啡色星球，呢個起點可以去到綠色星球。呢個起點可以去到橙色星球。我哋而家可以整頭先未玩嗰頁手工啦。首先將呢兩頁撕落嚟，然後就可以將擺件剪出嚟啦。呢個手工可以簡單咁做出一個立體游泳池背景。Peppa 一家同朋友仔一齊游水。喺呢個位置貼雙面膠，背景頁折一下，更衣室，Daddy Pig, Mummy Pig, Rebecca Rabbit, Peppa Pig, George Pig, Danny Dog 完成啦！